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日增加过的本土病例，另外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感染 Omicron 隔离当天率来死亡的个案。中建院红客会团队开发世界头一个唔惊病毒变种的新冠疫苗。另外，台湾高端也通过巴拉圭第3期临床试验，摕到因的 EUA。乌克兰加罗西亚的局势媒体推测讲，2月16日可能是最后期限。乌克兰总统也要求国民展现对抗意志，不过风声讲罗西亚军队一部分撤回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过的本土病例，40个大病入面，加一个死亡个案。讲到一寡本土病例内面呢，有一个是伫咧桃园机场的警察，伊来染病咯。伊进前体检的时阵，拢是验出阴性的，想袂到即马来感染，目前是找无感染源。另外，这个死亡个案是咱国内头一个感染到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而且是这个死亡个案是伊这个感染了后呢，等咧解除隔离当天率来死亡的个案。那讲到咱国内主疫苗的部分，咱台湾家己所买140多万单莫德纳疫苗，下晡1点多的时阵也已经送到台湾咯。又个疫苗来啊！咱国今年第2批采买的莫德纳疫苗140.48万剂，15礼拜二下晡1点多运到桃园机场，后续会进行检验大封条，提供民众来做。那总共140.48万剂，那都可以工作哈，第1剂、第2剂、加强剂、最佳剂哈，都来灵活的来运用。陈市长表示，本土新冠疫情渐渐稳定，会当控制，连续2天9位数。礼拜二新增加5例本土病例，包括新北市嘉林医电子厂新增加2例，桃园阿旭电脑新增加2例，另外还有一个是40多岁男性，桃园机场的航警，个案捌做过3剂疫苗，13因为出现症头，采验了后确诊。医病社工作是协助落地采检，确诊者后送的检查工作，感染源也有待调查，也有可能是社区感染。从社区来的，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不过我们刚才讲过说，其实从1月21号到2月11号做过2次 PCR， 那中间里面做过5次的快筛，其实那频率是非常的高的了哈。那所以先把这个基因定序把它弄清楚来。另外，也新增一个死亡病例是80多岁有糖尿病加细胞病史的女性，进前伊互瓜友会确诊的计程车司机载过，互人扣咧隔离，后来因为阴转阳确诊，继续住院，也捌使用过瑞德西韦治疗，毋过无用到呼吸器，无想到解隔离迄天，互人发现死亡。这是咱国内头一个Omicron死亡的个案，也是这波本土疫情当中年纪上侪岁确诊者。就在他要解隔离的当天，就出现这个吸入性的肺炎跟败血症的一些这个急性的变化。那对他主要的这个死亡原因是这个吸入性肺炎考虑到疫情转好，指挥中心也宣布，为16礼拜3开始，宗教场所防疫管制会适度放零，公众人物也当恢复走摊。另外，第23期疫苗医药平台为16开始开放民众医药对价车，这期要提供1583000多名额，各厂牌疫苗拢有，注射时间是21至27。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几日咱的本土病例有渐渐伫咧降落来，不过咱民众也爱特别小心细致。亲像桃园今仔日就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伫咧桃园机场做警察的，伊的业务范围会接触到这的确诊者。虽然讲伊1月中到2月中这段期间，伊所做的检验拢是阴性的，不过伊即马确诊了后，这感染源也断咧对查。讲到另外2例，就是阿旭电脑的外籍移工，因是伫咧居家隔离当中验出阳性的。那讲到高雄，虽然目前无出现病例，不过凤山埔仔囝红茶店店员，也有5姊妹家族啊，这3条的传播链，伊的感染源到达时也拢会被找到。房机来个防疫人员一一落地采检，救护车也伫边仔提名，若有阳性反应，直接送医治疗。过程中也外靠航警协助，稍有一名桃园国际机场的航警15确诊。机场中的工作是确诊个案的后送勤务，那感染源仍然在调查中。确诊航警是19763例，负责的业务包括确诊者的后送，伊做过3期疫苗，1月中到2月中，2摆 PCR 加4摆快筛拢阴性，煞伫2月13检出阳性反应，目前感染源不明。远景在居家隔离有6位，自主健康管理有13位。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个勤务的措施调派。
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边境防疫安检的工作。航警去过的区域拢清消，也采验其他393位航警，初步拢阴性。汤圆也有另外2例是万雄自贸区阿旭电脑的菲律宾籍女移工，拢是伫厝检疫中发病。身为移工当天的汤圆，应用劳动部移工专案引进第2阶段15上路。移工由住伫集中检疫所改为防疫旅馆为主，全期在17000名移工，旅馆敢是有够？我们在这个专案的初期哦，以这个产业类的移工哦，是以本市级的雇主优先，那社服类就不受限制。那我们将来在做滚动式的检讨。电文产讲，全市24间防疫旅馆有1504间房间，为了 PCR 的有3个专职医护团队到旅馆采检。透过开放移工专案引进解决欠管问题，也毋过防疫未拍折。另外，高雄虽然15即天零确诊，也毋过封锁2条传播链，扣列251人。由原来追踪体检，包括5姊妹感染源，全市有3条不明传播链，还未找出源头。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开发新冠疫苗的部分，咱台湾的中研院即马有上届新的进展咯。红科会的研究团队开发出全世界头一种会当引导出保护性抗体和 T 细胞免反应的 mRNA 疫苗。这款疫苗上届厉害所在，就是会当对抗各种的变种病毒。新冠肺炎疫情伫全球退烧2年以上，虽然已经有几啊种的疫苗会当使用，也毋过病毒一直出现变异，要安怎应用，正做重要课题。中研院前院长王启辉甲马特的研究团队有新的突破，研发出一款功效 mRNA 疫苗，会当对抗各种变异株。600万笔的资料发现到，棘突蛋白在 S2 区域上面，在演化上相对来讲是非常的保守的。当我们把上面的糖移除之后，会使得更多不易突变且被糖分子遮蔽的抗原能被免疫系统所辨认。研究团队分析新冠病毒的机能论被 S2 区域较未突变，使用 RNA 疫苗技术将这寡区域的糖化点位移除了后，会当诱发T细胞免疫反应。在鸟鼠的实验中发现，伊所引发的抗体对于阿法、德尔塔，甚至最近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讲，会当提高5至8倍的保护力。除去不易突变区域的糖分子，可以暴露更多不易突变的共同抗原，进而诱发更强烈的免疫反应。不仅提供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及其相关的变异株的广效疫苗之外，也为其他的 RNA 疫苗开发提供了新的策略。它的目标就是说，因为传统的 mRNA 疫苗呢，已经确定会产生很好的 B 细胞，也就是抗体。可是，在 T 细胞方面呢，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两边的好处都拿到。即马 mRNA 疫苗意界认为诱发 T 细胞反应较弱，也毋过这支功效的疫苗会当诱发功效抗体较强烈的 T 细胞反应，是传统 mRNA 疫苗的2至3倍。相关研究也涵盖做是疫苗研发的重大坎站，毋望未来会当伫防疫领域将有知识。记者综合报道。那咱的中研院开发新的疫苗有好消息，另外高端即马也有好消息咯。伫咧2月14，高端公布巴拉圭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证明高端疫苗的安全性是有够的，中和抗体效价是 AZ 疫苗的3.7倍。昨已经摕到巴拉圭政府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咱台湾的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也表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8个国家承认咱的高端疫苗，而且咱国内已经驻100多万大家，剩下300万栋除了国内会继续使用以外，也会规划做人道救援。高端这个月14公布伫咧巴拉圭进行的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性良好，通过试验设定的优越性标准，而且中和抗体效价达到对照组 AZ 疫苗的3.7倍，正式摕到巴拉圭紧急授权 EUA。重要是要加速这个国际认证，来确认咱这个疫苗会当互国际接受。所以更重要是这 WHO 的这个实验要有成嘛，所以一旦有结果的时阵呢，咱高端疫苗已经有准备好，
会当提供更较多即好的疫苗，互更较多人会当用。高端副董事长表示，希望会当对国产疫苗升级做国际疫苗。上近3月底 ，WHO 团结试验结果出来，准若通过，就会当向各国提出 EUA 申请。当这个消息出来，也互高端股票伫咧15起关盘，股票价小来到265块，即阵已经升进高端疫苗的国家5倍。有承认我们高端的有印尼、帛琉、纽西兰、贝里斯、索马利兰、泰国、爱沙尼亚、巴拉圭，总共是8国哈。不过实验的结果跟在台湾实验的结果其实是很雷同。那未来我相信它还是会得到比较多的国家的认同。目前国内有超过192万外吨的高端疫苗，但市长表示，进前甲高端公司买500万吨，即阵扣掉已经做完的，政府手头也有300万吨。伊讲除了会继续提供国内使用，也会规划用伫咧人道救援。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咱千万唔通互疫情拖开，搁落甲望请观众朋友你着爱忍耐。但国内疫情是还未完全稳定落来，而且有真侪民众去防疫做是居家隔离对象，家己着爱开钱去住这防疫旅馆，这一届隔离是14天，上无爱开2-3万。目前台北、高雄拢会替一寡去防酷热起来民众出钱，台中的部分有居家检疫替代所，对1月2月开始也会专业补助。指挥中心今仔日也讲，无应该要求民众去防酷热了后，爱家己出钱去住防疫旅馆。酷热疫情要烧袂退，有不少民众因为行踪甲较真正定他防酷热隔离，还佫去互地方政府要求讲，爱去指定的防疫旅馆，遐若隔离14天的费用2-3万，都要家己纳，互民众感觉是真无合理。防疫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出钱，不会是我们老百姓出钱。台湾就是这么一点大，就是这么几个县市。中央应该是每个县市补助是怎么样，大家都一样。各县市防疫旅馆的费用无共款，台北甲高雄在防酷热的人，住防疫旅馆的费用是专家支付。台北市卫生局统计，为去年9月开始，累计有2472个防酷热的人住防疫旅馆免钱，市府已经核销1000万。现在台中市成立居家检疫的替代所，是采审核的制度，每一天收2000块。为今年1月2日开始，嘛专业补助。现在屏东县政府推出到今年1月份开始，补助防酷热的人，一个人一天500块。目前已经有262个人受惠，补助要200万。就是我们都送防疫旅馆隔离，那这一块的话，就是从去年9月开始实施到现在，那大概已经收住过2472人。住宿的费用全部由市府负担。那本专案已经有16名居家隔离者入住，本市的居家检疫替代所。调解立委主张讲，会当甲补助集中检疫所的费用转去防疫旅馆，因认为应该专业公费来支付。不过，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居家隔离是以伫厝内隔离为主，若是厝内的条件无适合，送去集中检疫所才会免收钱。好，那至于在其他的防疫旅馆，其实呢价格高低价差都有很多的一个不同。好，那最主要是说要先确定它的一个必要性，好，那才会有些接下来所谓在集中检疫所的一个公费，好这部分，要不然都是以居家隔离，好为原则。针对网络伫风声讲，因为烦恼去用隔离，所以唔敢扫实联制 QR code。指挥中心呼吁民众都要落实实联制，对联络可能的接触者有帮助，嘛才会当阻挡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中高中甲要延后第一节课的上课时间，引起正人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按算3月公布，这内容也包含早自习，若准是迟到是袂当甲学生登记的。这第8节的课后辅导是袂当考试，上紧伫今年9月就来施行。不过有学生甲家长却认为讲，这影响到因的生活时间。学校也讲，这教学时间是变更较短，会造成因的压力。高中敢是要延后上课的时间，各界已经讨论真久。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会伫3月份公布新的规范，上紧伫咧111学年度新的学期9月份的时阵开始实施新的制度，减少这种例行的朝会的这种次数，那能够增加比较多学生在第一节课上课以前可以来自主应用时间。
潘文中对9点报到学校这件代志虽然无真确定，不过有讲会予学生搁较侪自主规划的时间，包括头一节课进前，甲第8节课袂当考试，升旗典礼甲早自习自由参加，而且会规划较少界咧。另外，有学生认为讲，已经惯习目前上下课的时间，调整了后可能会影响放学了后时间的规划。因为我现在也已经习惯啦，就突然改变，我就觉得有点会扰乱我的时间。家长将不能载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上班。如果晚一点的话，他们上班时间都到了。家长有支持嘛有反对，除了学生上下课时间要重新调整，接送的时间嘛会受到影响。感觉他们的作息会变得更糜烂因为现在又滑手机数位时代啊，慢慢在更改，慢慢在改变，我是觉得应该是好的啦。学校表示，现阶段台中部分的国中甲高中已经停止早自习，若是搁甲头一节课延到9点半才上课，教学的时数缩短去，对老师会造成更较大的压力。在塞了这么多东西状况之下，又要缩减这个学习时数我觉得这好像是变成有点冲突。高中的话呢，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准备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了，其实它的难度什么的，然后还是要有足够的教学时数。学校表示，即马强调多元的教育，老师教学的时间已经无够用。头一节课延到9点半，对老师的教学百面会造成压力，嘛真要达成课纲规定教学的时数。即马新制度还未实施，要安怎来适应，拢是真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日是正过15元宵，唔知观众朋友恁敢有食圆仔？这圆仔唔通食伤济，食了伤济歹消化，也爱加运动哦。讲到这个元宵，真侪人拢会铺圆仔，不过这个原料起价，真侪业者也拢话讲，因是强要挡袂掉啊。特别是来做这乌麻也搁一个包装的鸭肉，拢起真侪计数。真侪去买菜的民众也讲，虽然讲这物件拢有伫咧起价，不过讲到鸡卵起价，因上界有感觉啊。将准兄滚带了圆仔落顶，元宵节来一碗元宵圆仔，店家透早都无用备料，准备消化大量订单。关不了起价，业者上知影。像大豆啊这些都涨得蛮多的，1公斤有时候涨到10块钱以上，其实都涨幅蛮大的。只是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售价部分做调整。小梦家己吸收的，也有市场的一寡卖圆仔的番啊，包案手无停过，有土豆、麻啊，也有红豆。看起来简单的材料，逐项拢起，尤其是原物料麻啊，也有包装鸭肉。这盒子贵最多，贵80。哇，芝麻差太多了，差很多，它都很涨，什么反正都涨就对了啦。差不多一点啦，差不多差个5块钱啦。无包案的1斤60至70，包案的1盒60。为去年到今年，虽然卖价无变，成本煞提悬，反而已经薄利多销。连都是定去市场买菜的阿桑，对物价起，尤其是两价真有感觉。鸡蛋最明显，哎呀，其他还好啦。那我们想问的是，当我们的批发价44块还嫌不够，那欧洲的平均价是26.8。欧洲的饲料成本上涨，在过去的这段期间是上涨了28%。那这个价差是怎么产生？根据主计总处资料显示，高收入家庭1月 CPI 年增率3.05%，大过中收入家庭的2.77%，甲低收入家庭的2.56%，也高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2.84%，国家是107个月以来新高，全球性通膨，台湾无法度避免，也毋过通膨会继续偌久，安怎应对？或者期待政府找到更加积极的作为，协助民众度过通膨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擦个状元财就是安尼生啦。有一位捌伫咧银行做过护理试探的民众，伊也捌做过网络旅游公司的面试官。想袂到伊失业了后，利用甲人面试时阵所摕到面试者的个人资料，竟然甲人冒名诈骗偷办信用卡。目前有10间银行去互骗去啊，一寡信用卡投入的金额也超过100万。报告给他看。来旅社门口房间内有人一问，不过警方要抓的不是伊，人到底去倒啊？原来是他们嫌犯秘伫内底。你先拿票上，你先拿票上。你有这个？这是你回去票，为什么？好吗？这是我。谨慎应对，无论警方讲啥，伊都唔配合，会去互警方找到，都是因为伊涉嫌用别人的名办信用卡、路卡消费。
弹性的员工啊，因为曾经有在银行界服务过啊，利用他个人熟知整个银行的信用卡核发业务程序，然后在线上向各家银行伪冒申请信用卡之后啊，再盗刷使用。偷用信用卡嫌犯以往会设法摕到民众的小号密码，不过警方即届查到案件方法无同，捌担任银行护理信谈的嫌犯，伊伫旅游公司捌兼做面试官，4个月后利用工作得到的求职者个人资料，假造身份证件、薪资所得的资料，伫线顶申办信用卡，成功骗到包括玉山、中信、永丰等10间银行，超过30张信用卡拢过面，投入至少100万。有的时候银行在照会的时候，他会参照同业，比如说，他第一间银行已经审核过了，然后他发现说，便宜行事可以有第2间、第3间，然后就陆续就申请通过了。金融机构收件当下，他所线上征询的这些资讯足不足够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真正在照会上的时候的这个警觉性。其实申办信用卡爱通过一关一关，不过财经专家表示，不少银行可能会方便做代志，致使有心人才有这个机会。银行表示讲，针对这届透露的问题，会提高银行员警觉性，袂让同款的代志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人有一个无败灵母，因为甲人顾囡仔，这囡仔的爸母无交钱过来，就含翁婿甲这个3岁囡仔虐待苦毒，致使这个囡仔是重伤死亡。法院一审宣判，这个翁仔某就要关伊12年到12年半。经过上诉，高等法院今仔日宣判，因为这个嫌犯认罪改判11年半到12年。大腿乌青查某囡仔规身躯拢照伤，这是发生伫去年一件无执照的年母虐待案。只要发生无执照的年母虐待案，拢会引起社会关心。亲像去年伫家人也发生一件无执照年母虐待致死死亡案件。捌读幼保科系4楼无执照的年母，甲有毒品前科现场的翁婿，因为不满受照顾这个3岁囡仔一直吵闹，阁无收到钱，竟然找囡仔出气。真侪届用卡打查某囡仔巴肚，致使要求破气，伤害致使死亡。2个人犯行重大，阁否认，同判4楼女子12年，现场的查甫人12年半。原审判决在量刑的时候有考量到被告一直都否认犯罪的这个部分，作为他的量刑基准。但这个部分呢，在被告上诉到2审以后，他在法院是认罪的。也就是他犯罪后的态度，其实跟1审判决的时候已经有所变动。专案上诉了后，高院审理期间2个人认罪，法官考虑2个人有后悔，改判4楼的女子11年半，现场的查某人12年。有些家庭就说我经济弱势，可是事实上政府现在也有补助，很多民间团体有补助这样的金额之后，绝对可以贴补你来给付给保姆的费用，而不是把孩子放在火坑里边。我觉得这样不太适合。那我们就要检视啊，在高风险家庭的政策当中，到底漏了什么？才会没有办法声援到这个小孩的家长。今天我们资源呢没有到位，是小孩付出代价。那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好好检视，我们做这么多什么税家啦、高风险家庭啊，那到底是哪些洞让这个悲剧发生了？长期关心儿少权益的公民团体认为，就算经济弱势家长，也无应该去找无证照的保姆，应该寻求协助。尤其对共同照顾者，若做有毒品伤害者的前科，爱更加细致。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敢会点动大兵攻打乌克兰呢？这国际社会大家也拢伫咧紧紧看。北约成员国内面的美国当然透过外交手段要阻止战争的发生。虽然罗西亚表示因愿意继续对话，不过美国已经甲伫咧罗西亚的大使馆迁走啊，而且2月16日正有可能就是烧战的日子。乌克兰总统呼吁伊的民众就要挂国旗、唱国歌，展现对抗罗西亚的决心。不过即马也风声讲，罗西亚的军方表示，有一部分的军队已经撤回啊。俄国军队继续伫白俄罗斯境内甲领空进行大规模军演，乌克兰士兵是伫东部高度戒备，严防包围。乌克兰会10外万俄国队军随时可能采取入侵行动。Активізувались. От за останніх, майже так 3 доби, воно йде як по наростаючій. 乌克兰局势继续升悬，美国总统拜登甲英国首相强生暂时进行40分钟电话热线，因为透过外交方式有缘有可能化解战争危机。俄国总统普京甲外交部长的电话，亲像也讲出避免战争爆发有缘有一丝希望。Они, конечно, не должны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 но на данном этапе я бы предложил их продолжать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Хорошо. 部分媒体推测，
俄国入侵的时间点将落伫2月16日。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西方媒体调故意碰断，也毋过10时发表全国演说的时阵，又按宣布16日迄天全国拢挂国旗、唱国歌，展现团结一致。佮呼吁最近几天选去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甲企业家，伫24点钟来回国。 Нам кажуть, що 16 лютого стане днем нападу. Ми зробимо його днем єдна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ий указ я вже підписав. Цього дня ми вивісимо національні прапори. 美国国防部继续向波兰增派美军，也毋过也无愿意讲出俄国具体入侵的时间，只强调威胁继续升悬。美国已经完全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所有使馆人员，将使馆送往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同时呼吁所有伫乌克兰甲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赶紧离境。美国国务院甲北京拢警告，俄国随时可能发动攻势。 另外，18将伫德国登场讨论国际重要安全政策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年将聚焦乌克兰议题。俄国也已经确定无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0时强调，伊将尽力阻止战争爆发。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 伫咧法国南部的都市佩皮尼昂附近，伫当地时间10时透早发生一件大爆炸，上无有7个人死亡，30人受伤。法国内政部长也讲，这场意外是件历史式的悲剧。另外，伫德国的慕尼黑附近有2台铁路列车烧动，目前所知影的已经有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 爆炸现场壁粉甲乌噜噜，厝内佫不闪示出火焰，现场还佫有真侪消防员咧戒备。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神城市佩皮尼昂的附近，10时反正1点外，一栋2层楼的建筑传出真大声的爆炸声，了后就引起火灾。À peu près à 1h15 du matin, on a entendu une grosse explosion. Ça on s'est réveillé en sursaut avec ma femme. On a cru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Ma femme s'est mise sur Facebook et elle a vu qu'il y avait plein de messages à l'aide. 这个爆炸附近的窗仔门拢震碎去，警消接到报案时，刷过来到现场，了后，佮疏散附近的住户。经过一暝抢救，火势总算佮拍火去。不过，伫现场找到7具尸体，包含有2个囡仔，另外还佫有30外人受伤。Qui ont été pris très rapidement en charge et qui permettent, je crois, d'accompagner au mieux devant le drame qui touche ce département, un drame historique, si malheureusement j'en crois. Les précédents incendies. 警消初步估计有10无口罩的人受到影响，但是发生的原因还佫咧调查，还佫无确定讲是意外，还是讲挑工犯罪。德国慕尼黑附近10时的下晡4点外发生2列通勤火车烧对撞，致使有真侪车厢排练出线。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嘛，互这个铁路交通一时来暂停。Nach unserem aktuellen Kenntnisstand haben wir es mit 14 verletzten Personen zu tun. Leider müssen wir auch eine tote Person vermelden. 初步调查显示，讲苏当时这2列火车应该是反方向驶伫个共一线铁路顶悬来相对撞，是讲是安怎会来造成意外？还佫有驾驶是毋是有发现到，还是讲有来漏洞？这拢还佫在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伫咧美国纽约市是搁再发生这个亚洲面貌的民众去防攻击事件，是有一位这个非洲血统的游民伫暗时的时阵走入去某一个韩国血统查某人因兜，伊这个游民惊倒甲人毒死。今年到今已经有3个亚洲血统民众去互游民杀死啊！当地民众伫10时也发起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就要加强治安，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一个35岁查某人李尤娜，住伫纽约市曼哈顿的城区，往中国城迄搭。当日暗时要倒去厝里的时阵，去互一个非裔游民倒到伊睡厝的所在去，甲伊杀40外刀。袂像这个查某人死伫浴桶内底。规个亚裔社区知影了后是拢真惊吓。10时当地举行示威的活动，要求民选的官员都要更加积极来关心亚裔民众的安全。I'm at the point where I can't take it anymore. Our elected officials need to act. I am begging them to act so that not another life is lost. Too many lives have been lost.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time of celebration in our community, and we're holding vigils. 案件发生的时阵，纽约市的警方当场就抓到这个凶手，是一个25岁非裔游民入去，而且有甲伊做精神的评估，目前还未确定敢是有涉及报仇的攻击。这个游民有真侪项前科，上新的一个登记的住所是伫华府包里街的游民收容所。
这已经是今年第3件游民攻击阿的民众致死死亡案件。今年1月份，一个40岁华人的妇女高慧民，则伫个月台去互游民塞落铁基路内死亡。另外一个是去年去用攻击，尾手变做食物人细马的男性，嘛伫1月初一进前过身。阿的社区面对疫情以来，一直加悬这种仇恨的攻击，加上精神疾病游民因的骚扰甲攻击，是感觉受到威胁，嘛唔知要安怎。We don't oppose a shelter, but this is not like fairly distributed. Entire New York City should all come together and help the homeless individuals. You cannot just dump all the shelters in Chinatown. That's not fair. Personally, I feel we've been pushed around for too long. 就是这场纪念活动的主办单位，嘛发宣传单，要求当局唔通搁伫当地开新的游民收容所。因为这个机构已经伤过集中伫咧下曼哈顿的地区，伫咧东巴诺会周边当中上较新的一个所在，甚至就离这个案件的受害者理由那因兜无偌远，增加犯罪风险。呼吁当局都要积极来管理、合理分配，才会当互阿下民众出门袂搁再惊吓。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这个月14，中国增加40个本土病例，其中江苏有8例，拢出现伫咧苏州，而且大部分拢是伫咧苏州工业园区食头路的。不过，这个苏州工业园区有真侪大商伫遐，恐惊会对咱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造成影响。也讲到香港的部分是搁较严重啊，增加1600外病例出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会拍拼甲疫情压落来，不过暂时无风声的拍算。香港疫情继续严重，15增加1619例本土确诊个案，也有5400件初步确诊個案，包括8名兒童。嘅3歲女童，佢而家仍然喺兒童醫院嗰度留醫，情況係危殆。咁現時咧，公立醫院個隔離病床嘅使用量咧，就已經達到去90%，咁已經係我哋隔離病床可以接收病人嘅上限。係努力按住動態清零呢個目標咧嚟到應對，我哋要繼續打呢場抗疫戰，向病毒投降唔係一個選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5日起出席記者會，有完無掛喙暗，也強調無論安怎，攏未實施封城計劃，會向北京要求協助增加採檢量。那香港疫情退燒，中國蘇州關掉15個高速公路入口，要求居民非必要未當外出，未屬封城。社區居民排隊進行核酸檢測，因為中國疫情閣有進步，就是中國增加本土病例40例，其中遼寧有29例，28例來自河洛都市。江蘇有8例，攏出現伫蘇州，其中6例伫蘇州工業園區工作。昨天晚上11點起，蘇州有6個地方被調整為了中風險地區，其中呢，吳江區1處、吳中區2處、姑蘇區1處，還有蘇州工業園區有2處。蘇州工業園區會當講是大傷當天，當地政府是要求園區內所有的人員進行核酸檢測，以找出潛在個案。連連伫官方公告，為佇蘇州的8寸晶圓廠有1名觀光技術調被暫停生產，同時強調對公司財務業務無重大影響。嘉灣電投資的紡織廠嘉良科技產線也暫停，恐驚會衝擊產能。記者綜合報道。那陣感染就要隔離，不過人間知影講，佇咧土耳其有一個查甫人去互隔離1年多，是因為伊對2020年11月開始連續體檢78屆攏是陽性的，14個月攏無法度解除隔離。醫生也推測講，可能是伊本身帶着一個白血病免疫系統較弱的關係。看電腦頂長長一排檢測結果，已經隔離超過400天的凱亞桑，也是無法度離開出門一步。En son olduğum testle beraber 78'i buldu. Hepsi pozitif mi? Hepsi sıralı pozitif. 56歲凱亞桑是土耳其目前已經知影感染時間上久的患者，伊本身有白血病。2020年11月確診的時陣，感覺家己所剩的時間無偌濟，好在病毒無奪走伊的性命。不過住院9個月，佮加上居家隔離5個月，也真歹過日。Yani anlatması çok zor. Düşünebiliyor musunuz? Yani işte gördünüz, bildiniz, camdan çocuklarımı seviyorum yani. 敢會當讓正遠見面講話無法度確定，對凱亞桑甲伊的親人來講，攏真歹過。Zamandan beri yani hastalığından önceki dönemden bahsedeyim ki herkes bilir bunu. Tanıyanlar pozitif bir insandır. Yani hep pozitif diye adam pozitif oldu. Artık negatife dönemiyor.
土耳其政府规定，感染也未好的患者袂使注疫苗，所以凯亚桑到即马拢无法度注射，因为伊的情形真罕见。意思是讲，可能甲伊治疗白血病免疫系统较差有关系。进前也有研究指出，白血病的患者总共注2剂疫苗，有1/4的人仍无抗体。 Herhangi bir şekilde viral kültür yapamadığımızdan bu virüs canlı mıdır değil midir kesin olarak bir şey söyleyemeyiz. Ama %99'a varan oranda artık bu virüsün canlı olma olasılığı, dolayısıyla da bulaştırıcı olma olasılığı yok. 凯亚桑感染了后，甲伊有密切接触的某囝检验拢是阴性的。伊希望政府针对伊的特殊状况小可放定，互伊毋免阁继续面对家己生活的日子。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日本拍算伫2023年4月，甲透报了后的福岛核废水排入去大海，率去互附近的国家抗议。国际关注联总署所组成的专家团队已经去到日本啊，这2天会去到福岛电厂做实际审查，上紧伫10月会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日本研究要排放福岛核电厂含氚核废水入海，国际原子能总署组成15人的专家团去日本，展开拢总5天的行程，甲东电公司以及相关的省厅进行意见交流。The IAEA review is carried out in an objective, credible, and science-based manner, and help send a message of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 to the people in Japan and beyond. 3月大地震所引起的福岛核灾到即马超过10年，前首相菅义伟伫任内决定要伫2023年春季排放核废水去大海。虽然当局表示透报过的核废水每公升含氚量较无1500倍克，是日本境内标准的1/40，不过也是引起市民甲国际不满。建屋の中にはタンクに溜まっているよりも多い 実際トリチウムが溜まってるんです。それだって結局は今の政府の方針でいけば海に流すわけです。そんな量を流されたんではどんな問題が起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と思ってる。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统计，最早来1370万吨的废水，会伫今年达到前崩。日本政府望伫国际原子能总署实地考察了后，会当化解外界疑慮。透明性を高め、国内外の理解を醸成していく上で。 原子力分野の専門機関である IAEA との協力は極めて重要です。IAEA 专家团15、16会先参访福岛第1核电厂，1/18会召开记者会。另外，台湾虽然不是会员国，已经规划家己筹组观察团，只是日本的边境政策，外国人无法度入去，目前也搁伫甲日本参详。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咱的政府宣布讲要开放日本福岛5关市的食品管制，就敢有法度互咱台湾顺利加入 CPTPP 呢？即摆有风声讲17 CPTPP 要举行执委会，虽然会议资讯无对外公开，不过学者也分析讲，若准日本伫咧会议顶头甲咱台湾相挺 ，CPTPP 就有机会成立台湾入会工作小组，才会来进行买手的谈判。 台湾最近解禁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管制，加上去年元旦开放美猪进口，移除台日甲台美之间长期的贸易障碍，对强化参与国际体系。驻美代表萧美琴就表示，希望会当为台美 BTA 加入 CPTPP 来铺路。Difficult policies to open our markets, hoping to pave the way for 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S. and open the opportunities to jo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CPTPP. 台湾即马即个抢日 CPTPP 17传出将召开执委会，虽然可能重点是伫英国执会案后续，不过台湾申请案敢会当互提出大的关注，或者分析关键可能伫日本消停的力度。 才会当甲其他对咱友善的成员国达成第一阶段目标，成立台湾入会工作小组。新申请者有没有跟现有的成员针对目前的，也就是所谓的既有的贸易关切事项，达成解决方案的共识，能够在 CPTPP 的会议里把我们刚才期待的立场表达出来的国家，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希望是日本。CPTPP 不管它相关的会议，它的程序呢，通常 CPTPP 秘书处他们不会对外来公布哦。
CPTPP 今次将讨论台湾的备案，外交部无评论，强调会极力争取支持。也毋过即摆开放好多食品，国民党党员20日关市议会党团干部反对，佮提出部分关市有地方自治条例禁止核实。也毋过行政院表示袂当抵触无法，预料未来好多食品可能甲内地政治共款，走向实现大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日开始未解封，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讲，只要这第3档疫苗第3月底进前达到50%，也要来未解封。不过台北以外5岛暂时拢无要对台北施行，亲像疫情较严重的桃园，讲要观察到2月底，高雄的部分暂时无要变动。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若准赶紧来做第3档疫苗，有机会3月中的时阵就当好解除禁令啊。台北市为15开始有条件解封，包括集会人有条件共餐，电影院开放会当食物件，各种以上的学校开放，毕业旅行甲校外教学嘛解禁。也若新竹县长杨文科嘛头一届讲，只要第3档的注射率伫3月底进前达到50%，就会带条件解封。新竹县政府在防疫上，我们有具体的目标。第3季一定要达到50%，我们就会来办理微解封的事情，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台北市大胜宣布带条件解封，新竹县只要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达到50%，嘛按算部分解封。不过其他5岛是暂时无要缀咧办理。新北、台中、甲台南因为防疫措施无有案，所以无解封的问题。也若疫情较严重的桃园，观察期到2月底，各样的防疫措施依次无变。不过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并无所谓的部分解封。我们没有所谓的微解封了哈，是有一部分是在2级警戒内授权地方政府去做相关的管理。专家建议，应该要用疫苗保护的效果来评估当时会当解封，袂当单纯以疫苗的注射率来看。第3剂一定要像上次 A 粒打2剂疫苗一样这么快那这样子才能够维持到50%，才会到50% 加疫苗失效的大概40% 的90% 的合起来的2剂加3剂的社区疫苗的保护力的这样考量，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在3月中旬。专家强调讲，去年10月、11月做第2档的疫苗，到达保护力嘛，敢若剩50%，就要赶紧做第3档，才会当有关保护力。做的速度若有够紧，上紧伫3月中就会接煞解禁。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这社区敢有开放住户饲宠物，就要看社区规定，看因安怎约束。不过，动保团体一直咧质疑，讲这款的规定是违反人权甲动物权的。今仔日因着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就要赶紧修法。2只宠物狗手要食，掠主人紧上。宠物是袂少家庭的宝贝。根据统计，台北市平均每100户就有27户会饲宠物，但是有一寡社区管委会规定禁止饲宠物。动物保护团体质疑上大的问题是出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15动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修改相关法令。条文里面是说，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从其规定。尤其是这位住户已经是住在这个地方，突然出现了规约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的破迁。根据目前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敢会使饲宠物，上尾就要看社区规约安怎约束。目前伫各党派立委甲动物保护团体推动之下，已经有修法版本伫咧内政部处理当中。我们这个修法有2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第一个，如何去确保那个住户饲养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第2点就是也是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尊重社区自治的精神。像我们现在定了一个饲养宠物的管理的一个参考性的规范给大家参考。那这个部分后续怎么样去做，真的是还要再找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协会团体来进行讨论。营建署表示，目前法案又搁伫咧收集意见的阶段，等编写完成以后，就会送立法院审查。动保团体表示，2013年开始就有立委提案修法，但是拢伫一读以后就冻点，呼吁各党派立委会当伫这个会期完成修法。记者郭本调随台北报道。新竹县的新湖国中校园内面本地有4丛10多年的毛蛆，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学校无通报县政府，就把树仔撤掉。也因为这个毛蛆，也就是咱俗称的乌木，是有价值的树仔，学校无通报就撤掉，这款的做法引起争议。原本生甲真茂盛的树仔，即马变做这款模样。
新德县新湖高中校园内底姓张乌目树，最近互学校派人测灯，学校解说是因为树啊已经发觉影响到电线，佮加上6月风台季节的关系，为着安全，才会维护通报，得大声处理。过程里面如果有任何包括因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有任何的不当的地方，现在我们会去调查，那给予适当的处理方式。专家表示，这款大家合作台湾乌目树的门区算珍贵木材。以这摆测定的树啊大细来讲，4张原木实际上就价值哇12万。它主要是做家具还有做一些比较工艺品。那20公分的话，大概有生长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植物一棵市价大概需要2-3万块。互人测定乌目树，即阵流向倒位？学校讲有可能已经互厂商当作废弃物弹雕，未承认行政缺失。教育局表示，需来进一步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台南咸水的蜂仔炮规模缩小，会伫15个固定地点放60座的炮仔城。伫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暗时9点的时阵，大约会放200万支的蜂仔炮，民众也会做重量管制，上侪是成人，而且去到现场拢爱遵守防疫规定。一顶一顶的新桥，15透早就到咸水武庙头前集合。暗时6点半开始，到15座炮声拍头阵，准备开始仪式。完全采取无拜庙去着敢若收炮声为主啦有那4条路线，咱下暗6点半伫咱武庙庙前开始放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咸水的蜂仔炮嘛缩小规模，新桥无绕境，所以规个咸水街仔路的气氛甲英国是差真济。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有因为迄落拜利时大家属农工商嘛较无用，无绕境就无迄个气氛但是嘛是，咱是主要是对新民以前是连让外国人什么，然后像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早上的时间，你就可以看看满街都是人。炮声拢爱先登记，今年计共有60座炮声，会伫咧15个据点，甲咸水国中定点来放炮啊。因为国内阁有南山的疫情，所以主炮声区上侪1000个人入去，嘛爱衡量体温。除了做防疫的喷酒精跟扫 QR code 以外，还会做人流的计算。大概这边进场大概1000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举牌，请大家不要再进入了。警方伫下晡3点会伫咧重要的路口做交通管制，嘛会伫主要路段，亲像是武庙路段、甲北门路段设散步区域，建议民众会当观赏直播，伫网络顶感受宗教的圣事。记者综合报道。正过15元宵暝，有人讲是小过年。自古早以来，元宵暝男女老幼拢会出来看花灯，烧酒去软灯卡。带观众朋友来去到家己看一个用手工做歌灯的师傅，伫歌灯顶面画图写字，传承传统的工艺。伫歌灯顶面抹加水的菜盐，等拍打才搁一笔一笔来写字。歌灯抹过菜盐了后，门仔表面会小可金金，阁有一项真重要的功能。你若无用这个菜盐就是像咧布有空咱咧毛笔咱字咧写的时候拢会断去。做歌灯要40档的赵师傅，做到即马是因兜的第3代。不管是用竹仔编骨架，也是画图写字，逐项拢会晓。伊讲伊少年的时阵，因为写字好看，阁专门替庙时甲拍石仔店来写字。家己关市有10间我写同少写9间咧啦，差不多啦，嘿啦，因为你迄个蒙合布也一半以上拢差不多我写的。赵师傅讲，手工做的歌仔灯时间长，成本会较悬，人客如果量较侪，会去找工厂，买来较无共的，才会选择手工的。手工的就是讲你拢爱专心落去做，袂使有小可毋对，也是颠打啦。你若毋对颠打你有当时就搁颠来。因为功夫有路，赵师傅的手工歌仔灯，正做家己饲一寡展览的作品。伊讲这项技艺未来无的确会互工厂的机器来取代。伫即天来到进前，伊会继续坚持做好每一项作品。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还是歹？带恁来看这个气象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4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3度，
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9度。